就是剑法器，啊，咱见到咱你所说的奇闻，所以咱研究得到，大家什么呀？帮助告诫，有可能现在马上就讲，今后用出来的确定，我不交锋啦，我不交锋啦吼，你好，以后你交锋嘛，我看你吼有够素的，有够爽的啦，你甲讲迄无能吗？所以我话是这个当中得到了这种法，你后当中把它深入。那讲啊，庙不土臭，冬天不土湿。若是真正得到这个物件，伫泰国的时阵，庙里迄个上面可能迄个话，听一个孩子，迄困难，因爸爸有手刀，困难阿叔无手刀，他是咩名？因阿叔万去死。因为把乌神来，市区啊出来，你手袂得动，你话就唔是卡，硬壳壳，你规身不听，我见过，困难就给七八件，我买，这属实的啊，有今日你干嘛？我就在口变化，这不变袂过，我今日在泰国嘛袂，今日在深圳嘛袂歹，我大陆嘛袂歹，这证明啊，不高，非常。因老家看观察那个乌川那个桥，那个就真的是这个物件，这个叫啥？有后大事。但是这不是开玩笑物件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物件。你今日去下当是有后大事，下当是有三宝生活，这个物件不是无关的物件，所以佢就讲当兵是。你了解自己，过去咱拢有质量无量真大个过，但是咱爱好咱真少干。因为咱个有阵时咱前面一个有小心，一个有小心，咱福报无够，咱这台湾咱就袂调。我大岁就大岁呢，真正呢，有阵时食到出个水呢，但是咱个看到呢，所以爱小心。我无错，受持服上出击。所及攻击，侮辱无法者，受持服上出金啊！这攻击，你来听好，这是攻击，唔靠击。